因为天国好亲像家主透早去雇人入伊的葡萄园做工，甲工人讲定一工一钱银两，就打发因入葡萄园去。约伫寄出出去，看见市上还佫有用徛的人，就对因讲：恁也入葡萄园去，所当付的，我必互恁。因也入去了。约伫透中昼，甲申初佫出去，也是安尼行。约伫邮初出去，看见还佫有人徛伫遐里，就问因讲：恁为什么规工拢伫遮用徛呢？因讲：因为无人雇阮。伊讲：恁嘛入葡萄园去。到了暗时，园主对管事的讲，叫工人拢来，互因工钱。对后来的起，甲先来的为止。约伫邮初雇来的人，各人得了一钱银两。到迄先雇来的，因以为必要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因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讲：阮规工劳苦受热，迄后来敢若做了1小时，你竟然叫因甲阮同款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讲：朋友，我无亏负你，你甲我讲定是1钱银两吗？摕你的走吧，我互迄个后来甲互你同款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物件难道袂当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目吗？安尼，迄后来的将要伫前的将要伫后了。被调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阵，伫路上，甲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因讲：看，咱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予祭司长甲文士，因要定伊死罪，佮交予外邦人，将伊彼人鞭拍，钉伫十字架顶。第3日，伊要搁活。迄时，西比泰的后生的母亲，同因2个后生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伊一件事。耶稣讲：你要啥物呢？伊讲：愿你叫我2个后生伫你国内，一个坐你正手边，一个坐你倒手边。耶稣回答讲：恁毋知影所求的是啥物？我将要啉的杯，恁会当啉吗？因讲：阮会。耶稣讲：我所啉的杯，恁必要啉，只是坐伫我倒边正边，毋是我会当赐予的，乃是我爸为谁备办的，就赐予谁。迄10个门徒听到，就恼怒因兄弟2个人。耶稣叫了因来讲：恁知影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因，有大臣超权管束因。只是伫恁中间毋通安尼，恁中间谁为大，就必做恁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做恁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侪人的赎价。因出耶利哥的时阵，有极侪人跟对伊，有2个青面的坐伫路边，听到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讲：主啊，大伯的子孙，可怜阮吧！众人责备因，不准因做声，因却越发喊着讲：主啊，大伯的子孙，可怜阮吧！耶稣就徛条，叫因来讲：爱我为恁做啥物？因讲：主啊，爱阮的目睭会当看见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甲伊的目睭一摸，因立刻看见。就跟对了耶稣。